有一个50多岁警察哄骗去投资股票，想要到2、3个月内了上千万。伊平常时呢是伫咧刑事局的诈骗犯罪防治中心职员行政工作。另外呢，伫第一银行宜兰分行有几多名员工涉嫌替这诈骗集团开人头口座，搁去放约谈。其中这护理复审了后，以80万交保，专案会向这早期银行法定罪嫌来侦办。 警察入去搜查，甲人压制。今日初查到这件案件，嫌犯有误导背景，涉嫌假名人诈骗，甚至有警察去互因骗。各讲是刑事局诈骗犯罪防治中心的金融调查小组成员，伫3个月内6个领钱，损失将近1100万。 这位同仁他本身不是我们刑事局的同仁，他是因为刚好有一个契机他刚好来支援我们的这个诈防中心，只是从事一般的事务性的行政工作。 刑事局回应，互人骗去4、5个员警，去年捌来刑事局支援半年的时间，干那处理行政工作，并无牵涉到诈骗业务。目前已经登去保育总队。不过50多岁以为面册广告，互人骗去假投资，开千万买股票，因为家厝的人借钱，则互人发现有各样，才压出来。即马连警察都会防骗，外界质疑即马的打诈措施敢有效？ 持续在被害中的潜在被害人呢，我们也执行这个唤醒的这个机制，在查找他们，希望说他们能停止被害。诈骗伫台湾真多，民众真歹预防，甚至金融机构一再出现行员牵涉到诈骗。第一银行宜兰分行15就互人搜查，包含护理等真侪员工，好亲像有替诈骗集团开人头小户，去互人带回约谈。经过警方核实了后，其中涉案的护理以80万块交保，并配挂电子卡款。 有2个给检察官讯后请回，其他的3个是交保，违反银行法、诈欺以及洗钱防治法来侦办。已经发声明表示，专案搜查甲银行营运无关系，对公司财务业务无重大影响。会等待案情查清楚了后，依照规定甲法律程序采取应对的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